總有人話泰康之家嘅月費實在太貴啦，其實好多人都唔知道呢個月費裡面包含咗點樣嘅生活。首先我哋嚟睇睇居住環境啦，全屋嘅呢個適老化設計，防滑地板、圓角家具、緊急呼叫按鈕，安全細節簡直係拉滿㗎。咁呢個精緻嘅套房家電設施係齊全嘅，長輩拎包就可以入住，唔使擔心要做家務，亦都唔使操心水電取暖費，全屋嘅維修24小時管家照護，全部都包含咗喺呢個月費裡面㗎。再嚟講講社區嘅服務啦，我哋有1+N 嘅多學科團隊，全程守護，醫生啦、護士、管家、安保、營養師、社工等協同服務。24小時管家隨叫隨到，日常嘅一個清潔、出行協助、生活小事，全部都可以搞掂晒㗎。家庭醫生呢，突發嘅急救、慢病管理、健康評估，全方面保障長輩嘅一個身體健康。行得走得嘅老友記更加唔好錯過啦，一定要有豐富嘅文娛生活啦。健身室、棋牌室、游泳池一應俱全㗎。老年大學裡面更加包含咗舞蹈合唱、節日活動、興趣小組，日日都唔重樣。喺呢度有愛好、有朋友、有活力，將操心嘅事交俾我哋，將幸福嘅時光留俾老友記。拜拜！記得點讚關注哦。